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的右手扶持我。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用信心来赞美他。我们来唱芥菜种的星星，还不了，我们一起来赞美他。芥菜种的星星，可以将那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Amen。我们给你身边周围的人一个 high five， 然后说，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好，一起来芥菜种的星星，芥菜种的星星，可以将那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用大声的宣告，在他没有难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Amen。再一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大声宣告，在他没有，在你没有，是他没有，在你没有，大声一点，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你的应许。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无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赋，我依靠你。是的，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人生旷野中唯一的帮助，你是我们患难中的安慰，你是我们黑暗中的盼望。我们要来仰望你，我们要来呼求你。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说，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盼望。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
子，你必拯救我，心是你天赋我一个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无助的日子，你必
派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是习在、今在、永在、全能的父神。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最大的荣耀，愿你的名被高举、被称颂，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节，诗篇第63篇第1节到第11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了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我们再次来祷告，亲爱的圣灵，请你在我们当中，借着诗篇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听得清楚，心里明白，并且能够顺从你的旨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从这个月开始，牧师就正式的来到迦南教会。那在过去的4个月当中，迦南教会短短的120天没有牧师。但是呢，从5月份开始又有了牧师。有很多的人说，迦南教会可能很难再去找到牧师，因为迦南教会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人需要被关心、被牧养，对牧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相信这是如果是出于上帝，上帝必定会帮助我，上帝必定会带领我们。因为牧师觉得迦南教会真的是一个上帝所祝福的教会，阿们吗？迦南教会真的是一个充满上帝同在的教会，特别是我在这边担任青年牧师的当中，看见迦南教会的历史，还有过去，还有现在，更看见迦南教会的将来。所以牧师看到的不是只有2024年的迦南教会，牧师看到的是2034年的迦南教会，2044年20年后的迦南教会，而20年后的迦南教会，30年后的迦南教会，就是我们在座的你，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所要继续来承接的。所以牧师真的鼓励我们年轻人，不要小看自己年轻。跟你旁边人说，不要小看自己年轻。你要做信徒的榜样，跟他说你要做信徒的榜样。所以呢，怎么做信徒的榜样呢？我们一定要跟上帝有好的关系，而跟上帝好的关系，不是只有在敬拜赞美，不是只有在做礼拜当中，而是在每一天，而是在我们的房间，而是在我们每一天起床或是睡觉的时刻。所以牧师1月第一次来这边分享信息的时候，就提到说我们要每天的灵修。好，到5月份牧师要开始赴任，好，但是还是要再一次的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我们要每日读上帝的话。跟你旁边说，我们要每日读上帝的话。
那在现代的科技帮助下，我们有几种从 YouTube 上面，好，你只要打开小铃铛，搜寻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每日新眼光，那你可以看到有4个教会，好，大概有4种的版本让你可以选择。第一种呢是三美教会，好，那它是用非常专业的录音播报员，好，严大卫先生的读圣经，好，所以你听他读圣经，你会起鸡皮疙瘩。哦，那个声音呢，非常的有磁性，好，不是像我这种磁性，好，是那个非常好听的声音。他读的是和合本，然后呢，高雄美港教会是阿美族的弟兄姐妹，他们也用非常可爱的声音，好来读现代中译本的圣经。还有在我们桃园大溪的侨爱教会李俊义牧师，好，他也用现代中文译本，好带领我们来读。还有呢，如果你想要学台语的话呢，好，这个有一个在西罗的杜谦逊牧师，好，他这个北维尼呢叫做 GONGSUN， 好，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吗？好，他是叫做戆孙啊，好，戆孙，好，就是戆就是笨的意思啊，是一种自谦，好，他的就是孙是他的名字啊，好，谦逊，好，戆孙，好，他就是用他的名字，好，他把整个圣经用台语读。甚至把这个新眼光用台语来读，好，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4个订阅，好，那每天呢能够来读上帝的话，而从礼拜一开始呢，好，礼拜一开始呢，啊，你会读到的新眼光，不是只有读这一本，好，也不是只有听内容，而是听出上帝的声音。而礼拜一开始呢，你就会听到每一天都是牧师写的，好，就是我在这上面写的新眼光，好，一直到总共有11天，好。那我们读这些诗篇呢？现在读到是诗篇，而我们这一季读到是诗篇的第2卷。第2卷呢是从42篇到72篇哦。好，那第2卷呢，好，每诗篇这5卷呢，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内容，还有不同的编辑者。但是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在对应摩西5经，创出利民申。好，我们说一次，创出利民申。这摩西的5经呢，好，就是对应诗篇的5卷啊，所以从42篇，好，我们会读到72篇。这第2卷呢，对应的是哪一卷书呢？就是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的内容就是在讲到上帝的拯救，当人因为罪被困在埃及，被困在那个艰困的环境当中，没有自由。只有哀嚎，只有求救。所以从42篇读到72篇，你会看到怎么每一篇哇都一直在求上帝的拯救，求上帝的帮助，寻求上帝的遮盖还有庇护，就好像当初这一群希伯来人，他们在埃及或是去到了旷野，他们需要有人带领他们。而今天牧师要透过诗篇63篇。大卫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来跟大家分享。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听了一次就一直记得到现在。这句话说：如果不会祷告，就读诗篇；如果不会做人，就读箴言。好，我们一起说一次：不会祷告就读诗篇，不会做人就读箴言。如果你刚信主，刚来到教会，不知道怎么样开口跟上帝祷告，你就用诗篇当做你的祷告，按着诗篇来读，就是我们的祷告。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交朋友，不知道怎么样对待父母，不知道怎么样来教养儿女，不知道怎样对待异性，不知道怎么样找到人生的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就来读箴言。箴言在告诉我们如何做人。所以圣经当中有5卷书叫做智慧书，这5卷书分别哪5卷呢？伯、诗、箴、传、歌。请大家说一次：伯、诗、箴、传、歌。伯是什么伯？约伯，约伯记。诗呢？诗篇。箴呢？传。歌，雅歌。对，伯、诗、箴、传、歌。而诗篇63篇这一卷诗呢，在150篇当中，它被归纳叫做题言诗啊。什么是题言诗呢？就是你翻开圣经看诗篇63篇第1节的前面，还有一行的小字，非常小的字。这个小字呢，在圣经当中就有了，原文当中就有，所以被记在那个地方。
所以诗篇63篇的题言提了一句话，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首诗。大卫在哪里？犹大旷野。为什么做这首诗呢？那有这个题言，我们就可以去找大卫什么时候去到了犹大的旷野呢？一翻圣经啊，撒母耳记上24章，大卫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功高震主啊，他的名已经比他的老板还出名了，他的锋芒呢盖过他的老板扫罗王，所以扫罗王呢就从爱转为恨，好，嫉妒转为恨啊，所以呢甚至想要杀大卫，大卫呢就逃出来。可是扫罗王，即便大卫逃出去，扫罗王还是带着3000个精兵啊，要去寻索追杀大卫。好，所以就发生了很有名的大卫躲在山洞里面，结果呢，扫罗王刚好肚子痛，好，然后很急想要上厕所，就大卫就刚好拿着刀就在他的背后，却是没有砍下他的头，砍下他的衣角，好，他的衣服的一块，然后出去呢，拿着扫罗的衣角在山上。我不敢妄杀上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所以扫罗痛哭流涕。这是大卫年轻的时候在犹大的旷野所发生的精彩的故事。但是除了这里的撒母耳记下15章到18章，大卫他已经当上王了，他已经娶了老婆了，生了儿子了，他的国家已经强盛了。可是呢，却没有想到他年老的时候还要被带到犹大的旷野去住在那边好几个月。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儿子强暴了他的其中一个女儿，而这个被强暴的女儿的哥哥就是押沙龙，他很生气，好，然后就去因为这件事情，好，怀恨他的父亲，好，因为他的爸爸好没有秉公的处理。到后来呢，押沙龙就收买他爸的仆人臣仆，然后起来就反叛。所以呢，大卫就从耶路撒冷城逃出去，又逃到了旷野当中。以前年轻的时候是被他老板追杀，现在年老了，居然是被自己的儿子追杀。所以大卫，你说他的人生好，真的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经历很多的遭遇哦。但是诗篇63篇让我们看见大卫他的心境。63篇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灵可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以前好在迦南教会有一个青年，现在已经成为牧师。好，那这个青年呢叫做杰恩。好，杰恩呢，好，他也很会弹琴，他的爸爸很会写歌，好，他的爸爸是南坎教会的长老，他就写了诗篇63篇好的一首歌。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地，我可想你。有没有听过？好，然后呢，就是用诗篇63篇来写的这首歌。这首歌呢，在当时是轰动全国，好，不是只有桃园，轰动全国。好，因为他写了一首更有名的，叫做什么？雅比斯的祷告。神愿你赐福于我们。好，越唱越低了。我们同在。好，这首那时候还在 CD 哦，哇，真的卖翻了，好，卖翻了。而这个杰恩的爸爸呢，好，彭长老呢，彭建峰长老，哇，他也成为这个到处去见证分享，就带着全福会哦。所以那个时候呢，迦南教会好就有一批的弟兄参与在这全福会当中，我也跟他们去参加。好，他们那时候全福会的会长呢，好就是这个巨星造船厂。我们要去机场的时候，是不是在国道2号右手边有一个十字架，很大红色的，然后下面呢就是造游艇，造那个高级的游艇，以前是造几百万的，现在是造几十亿的一艘游艇哦，要几十亿哦。好，这个巨星造船厂，然后他们呢就在这边从工厂里面，后来到饭店，好，然后就在做见证，用这首诗，好，但是呢，上帝因为一句诗歌，一首诗歌，却改变了一群人的生命，好，让他们在桃园。可以在全台湾为主发光，好，甚至呢红到国外去啊！
而大卫他在旷野当中，真的是又渴又累。他的干渴呢，来自身体的干渴。好像我们今天冷气故障，不晓得发生什么问题，所以大家呢已经有没有人开始在流汗？还没有流汗，可能等一下牧师会先流汗，因为我今天还穿西装来，早上去参加告别式到现在，所以呢，可能又热，又渴。所以身体的干渴，在旷野当中，不是有水龙头，不是有井水，马上就有水。但是大卫他的干渴是来自于他生命的干渴，是生命当中一个无路可走。不管是他年轻的时候被老板追杀，或是年老的时候被他的儿子追杀，他只能够躲在这边。他如果离开旷野，他可能就被找到了。他只能够待在这里，而旷野这个鸟不生蛋、乌龟不下蛋的地方，他如何活下去呢？大卫的心境好像是这样，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也都有可能像这样干渴。好像上个礼拜之前，台湾还在担心今年会不会又会干旱，还好下了几场的雨，但是这些雨够不够一年的使用呢？绝对是不够。如果我们没有懂得去好好的节约用水即便风调雨顺，但是人谋要彰人谋不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没有做好的管理，没有做好的规划，浪费或是呢滥用而这些的水资源。即便台湾是一个不缺水的地方，但是居然会遇到要限水所以这是非常可怕。但是除了人身体的干渴，更可怕是人内心的干渴，生命的干渴。这两张图呢都是 AI 画出来的，GPT 画出来的。他画的图呢很有意思，就是呢，你看到这个人的心是名牌，他的肠呢也是贴着名牌，好像呢一个人内心永远不满足，他不知道，请问是一个名牌包比较有价值，还是我们的心比较有价值呢？是我们的心比较有价值。可是人的心呢，分不清楚的时候，他的心都被这些名牌收买了。他的肠呢，心肠呢，都在追求这些的物质，追求这些的欲望，追求这些的权势和权力所以他没有行出上帝的道，没有活出神的义，所以人心不古。什么是人心不古？就是人的心没有像以前一样的淳朴，人的心不单纯了，人的心越来越多思想邪恶。其实在圣经创世纪就讲到挪亚那个时代，人的心终日都在思想着邪恶。所以人很容易因为灵魂生命的干渴，他要去追求欲望，追求物质。可是我们看到诗篇很特别的，大卫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他只有一节说我在干渴，后面呢2节到6节他都在形容他的满足我们来读第2节到第6节。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像吃饱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大卫人在旷野当中，他的心却在2个地方。哪2个地方呢？第一个圣所，第2个床上。在第2节到第6节当中，大卫的人根本就是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可是呢，他的心却说：“我曾在圣所当中如此的瞻仰你。”圣所就是代表的教会。来到教会最要紧的事情是做什么？你觉得来到教会最要紧的事情是做什么呢？来这边刷名牌，还是来这边拿周报，还是来这边奉献，来这边服侍，还是来参加明天的乒乓瘦肉桌？
对我们很多，因为现在迦南教会从早上到晚上，哇，每天都有很多人进进出出。很多人来迦南教会，他可能是要来参加合唱团，他可能是要来参加乒乓球，他可能是要来学英文，他可能是来参加体适能，他可能是来练拳击啊。好，但是呢，这些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可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来到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来敬拜上帝。当我们来到教会敬拜上帝的时候，到一个程度，这个程度就是认识上帝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你来到教会，会不会敬拜上帝到一个程度，我能够在上帝的殿中敬拜他，比我现在饿肚子，比我现在口渴，比我现在流汗还更重要？因为上帝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美好。所以大卫他说：“我在圣所曾如此的瞻仰你，如此的敬拜你。”而这样子的经历，这样子的经验，就足够我一生受益无穷。即便我现在来到了旷野，即便我现在在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可是我只要想到我过去在教会的敬拜，我就觉得哇，满心的欢喜。今天早上我参加了告别式，就是一位牧师的告别式。这位牧师呢，他从毕业年轻，他没有想过他会成为牧师啊。他是基隆长大出生，然后他是读这个海事学校，他学的呢就是捞鱼啊。他那时候职业学校那一科叫做鱼捞科，就是怎么去抓鱼啊。他学怎么去抓鱼。可是他没有想到说，上帝居然呼召他，而他分享，因为在他告别式当中播这个影片，他在分享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觉得呼召他以前，他觉得不可能，上帝不可能使用我，我又不爱念书，我又不喜欢在教会，可是上帝居然呼召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啊！”所以呢，他就真的把他的鱼捞科用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他就建立教会，然后呢去带领人信主，就在这个台北师大的分部的地方建立了这个公馆教会，哇！然后呢，很多的人都来到教会信主，像牧师娘也是在这个教会长大的，因为一次敬拜的经验，一次跟上帝特别的感动。所以，为什么牧师常常在敬拜赞美当中会鼓励大家，我们用打开心来敬拜上帝？常常在敬拜当中鼓励大家举手、祷告、开口来唱歌，因为或许今天就是上帝要对我们说话，或许今天晚上就是上帝的灵要触摸我们，或许就是今天晚上这一次的敬拜，就是我们可以遇见神的时刻，而这一次的敬拜，或许就可以让你的一生受益无穷。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一次的敬拜就能够让你的一生受益无穷，一次的敬拜就能够让你的一生受益无穷。大卫又说：“我在第6节，我在床上纪念你。”请问你在床上的时候都在做什么？滑手机，在床上的时候听音乐，在床上的时候可能在看自己喜欢看的漫画或小说。但是到床上代表一天要结束了，或是代表一天的开始。一天的开始，一天的结束，大卫的心都跟神同在。纪念就是思想，纪念什么呢？思想上帝的话，所以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这是诗篇第1篇，变为有福啊！所以大卫他在一天的开始、一天的结束，都与上帝的话产生连结。所以他说：“我的心像吃饱了骨髓肥油。”其实他已经来旷野不知道几个礼拜了，已经躲在山洞不知道几个星期了，他根本搞不好已经好几天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可是因为过去他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让他在这个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他觉得哇，我的心就像吃了骨髓肥油。我们今天根本就不吃这种东西，因为一点都不健康。可是在大卫那个年代，那个是最棒的，一只牛能够吃到牛骨，
一只羊能够吃到羊髓，这是最棒的，还能够吃到它的脂油，哇，这个是最好的料理。但是大卫说，上帝的话让我过去在床上昼夜思想神的话，就好像让我比我在旷野里面，好像可以让我吃饱了骨髓肥油。有的圣经翻成丰盛的宴席。上帝的话供应我，在我最缺乏的时刻，却成为我最丰盛的宴席。所以各位年轻人、各位弟兄和姐妹，牧师也要再次鼓励我们要有昼夜思想神的话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在床上，不是只有滑手机，不是只有看 YouTube， 不是只有戴耳机听音乐，你也能够在床上闭上眼的时候，张开眼的时候，就能够有上帝的话在你的耳边，或是就有上帝的话在你的眼前。所以有的人会在他的床头放一些诗篇经节，在他的墙上挂上帝的话，把上帝给他的话，好，特别像我们在新春礼拜的时候会发红包，会抽经文，他可以把上帝的话就放在你的床边，在床上纪念你。而这一句纪念的话，就只要一句话，就让大卫像是吃了丰盛的宴席，他一点都不饿，一点都不缺乏。而今天的世人要如何能够像大卫一样发出对神永恒的颂赞呢？也是一样，这两个地方，我们要帮助世人来到教会，要帮助世人回到他的床上的时候，能够昼夜思想。所以来到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来到教会，不是只有打球，不是只有运动，不是只有参加活动。明天的乒乓瘦肉桌是一个很棒的机会，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更棒的在后面。乒乓瘦肉桌就是要让他们来到教会，可以饱尝上帝的爱和恩典。后面要怎么样帮助他？就是要带领他，邀请他，跟着他一起来敬拜神，经历神，被上帝所触摸。敬拜当中，就是以上帝的话为中心，以上帝的话为中心，让上帝对我们说话。如何让一个新朋友在床上能够纪念着神，思想着神呢？就是要让他的人生要与神连结，让他的人生活着就是敬拜神。活着的每一天，不论是上学，不论是工作，都是一个敬拜，都是一场的敬拜。所以后天礼拜一我们要去上班，要去上学，你就想这是一场的敬拜，我要如何在礼拜一天的工作学习上面来荣耀神？而敬拜神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得着上帝的旨意，明白敬拜不是满足自己，而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在敬拜不是求自己的益处，求自己的欢喜，而是求上帝的喜悦。所以大卫曾经最有名的敬拜是哪一次呢？很多，最有名的敬拜就是他在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迎接约柜来到耶路撒冷，他呢不是只有唱歌，他呢不是只有拍手，他甚至还怎样跳舞。他不是跳那个什么 disco 啊，或是跳那个滑步啊，或是月球漫步。他跳舞呢，就是像小朋友这样子跳舞，跳啊跳啊跳啊，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就是因为这样子跳到怎么样呢？跳到他的衣服都掉了，就是这样子跳到他的裤子都掉了。你相信吗？结果呢，圣经说的，他的老婆就在旁边笑他，说：“哇，我的王啊，好大的荣耀啊！”好，就是笑大卫呢，好，他跳到衣服都哩哩啦啦，好，但是大卫根本不 care， 他只 care 以上帝为中心，上帝的旨意为中心。结果这两个人，这对夫妻本来是生命共同体，就在这一场敬拜当中，两个人生命是分道扬镳。大卫后来成为上帝合神心意人，他的老婆米甲变成一个后来被
被上帝被大卫后来又被改嫁，就跟上帝越来越远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夫妻如果同心敬拜，得到的祝福就无限。可是夫妻无法同心敬拜，即便他们再相爱，即便他们再怎么样的门当户对，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一起走在上帝的面前。最后，牧师要邀请大家来读诗篇的63篇7节8节，请。因为你曾帮助了我，我要在你翅膀的印下欢呼。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了我。就是因为这句话，让我把今天的这一段信息定名为翅膀下的歌声。什么是翅膀呢？翅膀就像是母鸡下面的小鸡。什么时候母鸡需要把它的翅膀张开？我们现在应该都没有玩过这种游戏。牧师小时候都有玩那个母鸡抓小鸡，有玩过请举手。你们居然有玩过，很好。好，我女儿他们都没有玩过。所以呢，今年夏令营呢，我们这个陈毅营长呢，可以考虑其中一个游戏，就来玩这个母鸡抓小鸡啊。当老鹰来了，然后呢，老鹰要来吃小鸡，母鸡要怎么做呢？母鸡就是要张开它的翅膀，所以这些小鸡就赶快躲进去。这母鸡把它翅膀打开的时候呢，那老鹰一口根本就咬不下去，它也抓不到小鸡，所以老鹰呢，就只能够俯冲一次，然后呢吃土，然后又再飞上去，然后在上面再盘旋，看到小鸡那边，用时速200公里飞下来，母鸡呢很快把它翅膀又张开，然后呢小鸡赶快躲进去。这个老鹰又吃土，又再飞上去。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翅膀也是这样。当我们遇到危急的时候，你看大卫，他为什么在山洞当中，犹大的旷野当中，在山洞，不是大卫在蹲马桶，扫罗拿刀进来，而是扫罗在蹲马桶，大卫拿刀在后面，是因为上帝的翅膀张开，大卫就像是上帝翅膀的小鸡，所以上帝等于说：来，你手上有刀，你的仇人今天就在你前面，而且他现在没有穿裤子，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机会，交给你决定，你要怎么对待他，随便你。可是大卫他比我们想的更进一步，一般的人好啊，感谢主，感谢上帝，好戏啊，然后就给他一刀下去。可是大卫他想到的是上帝，这个是上帝的受膏者，这是被撒母耳先知膏抹的王，我怎么敢去动他的一根汗毛呢？割了他一小块的衣角做记号。大卫更有智慧的面对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大卫的诗篇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啊。所以时间的关系，请敬拜团来到台上。我要邀请我们大家，从大卫的故事来学习。我们的人生，不要想说哇，我出生含着金汤匙出生，从小到大都没有遇到这个逆境，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你怎么知道，在你往后的人生当中，就一定都是永远含着金汤匙？连大卫都当上了以色列的全12支派的王，他还居然会从王位上面逃难，逃到旷野里面去。不要想说我今天的学业已经一直在进步了，不要想说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很顺利了。我们的人生会有起伏，会有高山低谷，但是上帝永远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从我们的座位上面站立起来，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来敬拜。我呼求的日子。
声说，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主啊，你是我们在旷野当中的帮助，你我们在旷野当中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叫我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把所有的走出为祝福。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叫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把所有的走出为祝福。我的祝福，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要在你的翅膀荫下欢呼颂赞，我们要在你的遮盖底下用心灵诚实唱诗歌敬拜你。求你赏赐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人生命就像是一首歌，我们的歌声能够胜过仇敌，我们的旋律能够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信靠，而我们生命当中的歌词是一段与神同行的经历，诉说上帝你美好的作为。愿上帝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位年轻人生命当中写下一首赞美的诗歌，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歌颂你，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你。谢谢阿爸父神，让我们知道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在顺境在逆境，即便在旷野当中缺乏干旱无水之地，上帝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曾经在圣殿瞻仰你的荣美，因为我们曾经在床上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愿上帝你时时刻刻牵引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敬拜，是我们的赞美，也是我们对你的颂赞的诗歌。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么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
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行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感动为主的圣工所用。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主耶稣，我们也要感谢你，主耶稣你的爱，主耶稣你的慈爱，天天都围绕着我们，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你的慈爱更好。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主耶稣就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仰望着你，定睛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不应该总是看着自己的失落，看着自己的难过，看着自己的难处，乃是单单仰望定睛在主你的面。能够思想主你对我们的慈爱，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好，让我们先跟你周围的人给他一个 high five， 说耶稣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耶稣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比生命更好，耶稣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现在用这首借着我的信心，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彩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像清晨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星星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基督里都是永远，在你没有，再一次，在你没有，在你没有，大声一点，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担心我，你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永远，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对的。哈利路亚！大家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每一次在圣所瞻仰神，就能够看见上帝的能力与他的慈爱；使你们每一次在床上纪念神，就能够听见他慈爱的声音和他的恩典，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请坐。大家晚安。晚安。OK， 那我们今天我是陈欣，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做消息报告。下一页。好，乒乓瘦肉桌活动前通知，明天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乒乓瘦肉桌了啊！
我知道有些人有报名，有些人可能没有。那如果没有的话，欢迎也来凑热闹，就是一起来帮忙加油这样。然后活动时间是明天的1点半到4点半，但是选手就是如果你有报名参加的话，请你在1点就可以先来就是报到，然后可以来这边暖身这样子。OK， 然后请大家就是要准时报到，然后要检录这样。OK， 然后下面的备注。请自己看哈 ，OK， 大家应该都看得到吧？那如果就是想要就是仔细看这张图的话，也可以跟你的小组长拿。好，下一页。好，然后明天瘦肉桌完了之后，请核心同工千万不要逃跑，就是要留下来开会哈。5点在49号1楼，然后所以还没有交报告的新宇应该会追杀你，然后顺便提醒那个核心同工，我们如果有去参加上礼拜The Hope 的参访的话，请记得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填问卷，只有5个人填哦，各位哈，请赶快去填，今天最后一天。好，然后明天就5点49号1楼。好 ，OK， 下一页。哦，好，然后再来是下礼拜是母亲节，那5月11周6礼拜跟5月12的联合礼拜，下礼拜5月12。周日只有1场礼拜哦，10点在33号，然后所以下礼拜的周六礼拜跟联合礼拜，只要有母亲出席的，有出席的母亲都会赠送一个精美的小礼物。什么？没出席的母亲就带她来出席领小礼物。OK， 好，下一页。哎，又要放暑假了，今年暑假。好，先看影片啊，不然我找小强跟小华一起出去玩好了。哎，可是。他们都交女朋友了，哎，对，那我也去交个女朋友就好了。女朋友是这样说交就可以交。那要怎么交女朋友呢？不然我们来看《恋爱宝典》就知道啦。恋爱宝典。它上面说第1点，书上说女生都喜欢好相处、个性温柔的男生，要怎么变成一个个性温柔又好相处的人呢？嘿，小明，那你为什么不来参加2024年的阿卡北夏令营志工呢？赶快担任队伍与小朋友互动相处，培养温柔与耐心。小强，你是这样交到女朋友的吗？但是担任夏令营志工感觉很麻烦呢。还是我再看看恋爱宝典有什么好了。第2点，女生都喜欢口才好又幽默风趣的男生。对耶，像班上那个人缘好的小张，他就很受到女生的欢迎。可是我口才没有很好哎，那就来担任2024年阿卡佩夏令营志工吧。教学组担任教学的角色，培养自己的口才与能力。啊，小张，你也参加2024年阿卡北夏令营志工吗？可是夏令营哦，我还是再看看恋爱宝典好了。它上面说第3点，擅长电脑的人容易受到女生喜欢。有吗？莫非我的机会来了？我还蛮擅长电脑类器材的东西耶。我的春天来了，那就来参加2024年阿卡北夏令营担任志工吧。擅长器材、电脑等幕后制作工作吗？总务组适合你，还不赶快报名2024年阿卡北夏令营？为什么小张跟小强都要这样歪一边？是有落枕问题？交际才一直没有答应的意思啊！不要担心，大家都是友善的人哦。参加夏令营可以培养人际交流能力，不同的工作内容也可以让你一展长才，培养自信。充实你的暑假生活，不要担心啦，小明，现在就扫描 QR code， 赶快报名吧。小强、小华，我们一起去担任志工吧。2024 OK 好，那个就是这段影片就是变着100个法子叫你去担任志工哈，然后但是应该没有保证说一定参加就可以交到女朋友哦，那可能还是要靠后天努力。OK， 好。那如果就是这个是同工的报名连结，所以不论你是有追踪 Passion 还是青年牧区或者是家青的 IG， 我们都有发文，然后那里也都有志工招募的 QR code， 所以如果你想要传给你的朋友的话，你就可以用 IG 转传连结给他这样，然后或是你现在你想要报名，立刻马上就给他扫起来也可以这边。然后营会期间是7月8号到7月12，然后他们就是每一年夏令营真的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就是邀请大家，如果不论是有空的出时间，有钱的出钱请宵夜哈，就是有力的来当人力，大家都一起来参加这样子。好，下一页，没有下一页了吗？哦，有，
好，这个是学员的，学员的话是从5月15号，所以是下礼拜不知道几，下礼拜就对了。然后，所以你如果提早报名的话，你就不论是也有可以占到名额，然后你又可以早鸟优惠200块。所以这个连结是学员的连结，请不要搞错哦。好，再来。哦，好，然后今天请问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好，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人。叫佩仪，对吗？好，我们请她站起来，在敏媛的旁边，欢迎你回来参加礼拜。好的，好的，好。然后，这个看过。好，那接下来就是小组时间啦。就直直撞在有云的，没有直直，还等一下，还有一个人要报告事情。好，我来报告一件事情哦。好，这个不好意思，占大家时间，就是那个嘉南教会社教60周年的那个特刊啊，要请求大家帮忙哦。就是等一下呢，那个小组长会传给你们一个 QR code， 那上面呢那个 QR code 扫进去呢，就是我们征求各位，如果你手上有教会的特殊活动的照片，那你就可以投稿到那个 QR code， 对不对？投稿到那个表单里面。对，那如果呢你不会操作那个线上表单的话，其实我们也有纸本的，你可以交。那就是先如果你准备好纸本，就交到干事室来，好不好？对，那就是请大家，如果你手边如果有照片啊，不管你是有参加过夏令营啊、圣诞节啊，或是有什么小组的特殊的聚会之类的，都欢迎你把充满回忆的照片，就是交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编到我们的特刊或是我们的线上特刊里面去。好，拜托大家了。对，还是我也要小强、小华，快来交照片吧。好，那交照片会交到女朋友吗？啊？交照片会交到女朋友吗？这个我也不能说一定对，好，要问小强跟小华。不保证强效。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小组时间，然后嘉青在那个有吧台的前面，然后那个社青在有云的教室。好，解散。对，金门台，我们来祷告一下。